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0月7日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旅程，小心罪成为绊脚石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第10章到13章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，他是信实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。约翰一书1章9节。耶稣教导的主导文当中有一句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当我们把耶稣带入生活中的各种处境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撒旦不会放过我们，而我们需要呼求上帝的保守，才能够脱离他的网罗，他的攻击。因为我们要与魔鬼抢夺灵魂，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是赢得这些世上的灵魂。然而撒旦会用尽方法来攻击上帝的儿女，可能他会使你怀疑上帝在供应上的承诺，破坏你的人际关系，对信仰产生疑惑等等。无论他用什么方法，你需要上帝的保护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用这句话说：主啊，求你不要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，可以作为你的祷告哦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10章开始哦，看到大卫的得胜，我们看到他灵性的长进，但是很可惜，在第11章我们却看见大卫的失败，大卫的堕落，而且是很严重的失败，极厉害的堕落。人往往会稀奇11章里的大卫和前1章的大卫判若两人，真是让人不解啊。其实一点不足为奇，因为自以为站得稳的时候，正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。失足跌倒，往往就是在你自以为你够坚强、够顺利的时候了。当前方在征战，大卫臣仆打败亚扪人，围攻拉巴时，大卫在耶路撒冷王宫遇见试探，失败了。他在王宫平顶的平台上散步，看见一个美貌的妇女拔示巴正在沐浴，大卫眼目的情欲受到吸引，心中动了淫念，就滥用王权，将妇人接来王宫与她同房，最后使她怀孕了。而大卫违背上帝的旨意跌倒了，他能够胜过歌利亚，但是却胜不过自己的私欲。马丁路德为了争道反对教皇，他发现自己心中有一个教皇比梵蒂冈的教皇势力更大，就是他心中的老我。大卫生平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与一个有了丈夫的妇人犯了奸淫，而且事后又设计陷害她的丈夫乌利亚，使他在战场当中来阵亡。这个罪比较他用牛车运约柜的措施严重得多。像大卫这样爱主又敬畏上帝，这样的一个王，竟然会流入到这种地步设计谋害人家的丈夫，这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时刻警醒的。不可以为自己一定不会落到犯奸淫的罪恶当中，好像我们
不可以存这样侥幸的心态。就像大卫那样敬虔的人，仍有可能何况是我们。因此我们应该时刻的存警惕之心。当大卫得知拔示巴怀孕之后，仍不知悔改，没有寻求神的饶恕，反而呢，那个安排在外出征的乌利亚返回耶路撒冷，向他报告战事，意图让乌利亚回家与妻子同房，好把拔示巴怀孕的责任推给对方。然而乌利亚偏偏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，即使酒醉了，他仍不肯回家来就是与妻子同房。结果大卫的诡计未能得逞，而这也引发他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堕落的陷阱。我们实在需要时时刻刻留意自己的灵命状况，不要让自己在安逸的生活当中松懈下来，免得使魔鬼有机可乘。弟兄姐妹，试探和攻击我们，好像虎视眈眈在找机会我们更不要以为自己素来谨慎敬虔，便不会容易跌倒。正如保罗也曾切切提醒我们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。求主保守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在充满丰盛恩典的安逸生活当中放纵自己的情欲。大卫在灵性的高峰的时候，曾因敬畏神而不下手刺杀仇敌扫罗，但是当他陷入灵性的低潮的时候，便因着放纵肉体的情欲而奸淫人妻，借刀杀人，甚至纳人妻为妾。你看到人在罪恶当中的黑暗面吗？一个曾凡事讨神喜悦、求问神的人，可以堕落到叫上帝甚不喜悦的地步，这是何等叫上帝伤痛的事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检视我们自己现在的属灵生命的状况，是否有让罪恶成为我们灵命的绊脚石的危机？假如魔鬼要试探你，你认为他会在哪一方面下手呢？你应该如何防备自己，免得陷入在试探当中呢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保持单纯圣洁的心，不被罪恶的欲念所胜。我们来思想，当犯罪好像雪崩一样的，往往一发不可收拾是从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，你可以从第10章到13章看完之后，看看大卫所犯的诸罪及他的始末，你有否轻视一些小罪，并且纵容自己犯这一种罪呢？想看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使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的就是要得着你的怜悯，你的赦免。主啊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读到大卫与拔示巴的故事的时候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罪的毁灭力量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不要让罪恶成为我们生命的绊脚石，不会让罪恶拦阻我们领受神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求你赦免我们，
并且赐下悔改的心肠，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，并且能够引导我们走在神你的正道上面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随时远离诱惑，不落入罪的试探当中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